做咩咁早夾啊今日？係啊，下個星期 band show 啊嘛。喺5月24號星期五食和盡頭之後先咪之後。係啊，係慶祝會之後，係咪我留隊開工地會有 band show 啊？嚇？有邊幾隊 band 啊？農民啊，提片啊，去邊？傻得夠快活，有個熱血錯又怕咩喎？我信個世界冇嘢難倒我，就算傻，好過原地原地匿喺屋企齋 hea 白過，到最尾怕咩冇結果，起碼我做過。